Hello，大家好，跟住同大家分享下我哋高級醫生所做嘅一例係疤痕種植嘅個案。咁咧做之前咧嚴重燒傷，大概有10幾年嘅疤痕嚟㗎啦，就係已經比較硬㗎啦，彈性唔係咁好㗎啦。同時嚟講面積亦都非常大啦，所以佢連後尾枕嘅位置都有燒傷到嘅。就抽取嘅難度都比較大咯。正常我哋植髮範圍咧，從呢個位置開始，就一路到呢個位置都叫做優勢供區。但偏偏咧燒傷嘅位置咧，就係燒傷到個正常個優勢供區嘅毛囊嘅。所以總體嚟講，佢唔單止要種植燒傷嘅部位，另外亦都要種植佢後枕區嘅部位，所以難度係非常大，因為已經少咗1/3嘅可取毛囊，另外就喺有限嘅2/3區域入邊去抽取呢個大面積嘅種植，所以呢一台都係難度非常高嘅手術，同埋前邊亦都有一個燒傷嘅疤痕。咁疤痕嘅情況咧，同正常頭皮嘅情況係唔一樣嘅，因為我哋疤痕係會彈性偏差。佢係會血供嘅情形係冇正常嘅血供咁好嘅，同時嚟講咧，亦都係一種偏頭皮狀態，所以總體嚟講咧，非常考醫生嘅嗰個技藝同埋種植師嘅種植嘅深淺程度都非常重要，所以佢呢一個個案入邊同時存在3大難度，一個就係取髮嘅難度，可以睇得出。基本上嚟講係要大概1半多嘅位置嚟取頭髮。但係就要種喺我哋嘅種植區，就取髮區嘅位置，所以佢瞓覺都係一個難題，就唔可以側住呢邊嚟瞓咯，就要避開呢個位置咯。同時嚟講，連佢個優勢供區都要幫佢去修補埋咯，所以難度非常高，就好明顯咁樣係好大範圍嘅，一共係種咗40幾株，再加我哋9個月之後嘅嗰個成活率，呢個係啱啱種完即時。9個月之後，所以成活率係非常高咯。因為通常我哋疤痕嘅成活率最多係60到70，但係佢呢個已經超過我哋預期咯。所以非常欣慰，我哋嘅技藝又進咗一步咯。同時嚟講，再可以睇到取髮區亦都非常均勻咯，後枕部亦都冇話太多嘅稀疏咯。因為淨係同健康嘅區域嚟講，會少咗好大嘅一部分，所以抽完4000幾株都仲可以咁好，就非常叻㗎啦。我哋喺精益求精嘅路上不停探索，不停進步，希望幫助到越嚟越多嘅有呢種意外情形所導致嘅皮損、燒傷，甚至乎爛皮症，都希望能夠可以改善到咯。所以嚟講，呢啲疤痕患者嘅福音，我哋可以幫到你。